十个故事。台湾彰话，文姑娘、朱姑娘当翻译。下问，闽南性教书局印发，1913。查某囡仔干净耶稣。中国有一个查某囡仔，名叫盖亚，伊对这位牧师娘有车见耶稣的道理。了后，亲信请救主爱受洗礼，贡献来认伊的名。可惜伊的老爸毋肯互伊去礼拜。有一日，盖亚来找牧师娘，甲伊讲：阮老爸毋互我受洗礼一教。牧师娘安慰伊讲：毋通累志，你甲我着常常替伊得切祈祷，知影上帝无爽话。兼采到价值，你的老爸本身也会甲你同行。迄个囡仔应讲：总是我的老爸是秀才，不止对中孔子的道理，又搁伊有吩咐我毋通搁来礼拜堂。讲了，拿后卷就伫煞口。牧师娘搁用济济话来安慰伊的心，囡仔就转去。伊沿路行，沿路想，行了老爸受气伊。到厝果然有影，老爸真受气，问讲：你又搁去翻啊鬼的厝吗？盖亚应讲：有，总是我甲牧师娘讲，你毋互我搁去。老爸发大受气，甲伊拍真忝。囡仔点点无出一声，因为迄阵伊想着圣经所讲的，就是讲人为着我，互人抹骂、困着，用歹话诽谤，才有福气。到迄个间，盖亚掀开信册要看，拄迄时，伊的老爸入来，大声问伊讲：迄是什么册？盖亚讲：是永我上帝的圣册。老爸受气讲：叫迄搭去，讲了，搁过伊的意思，讲毋免迄搭，着读互我听。盖亚就读诗篇23篇，互伊听。读了，老爸点点无讲一句话，若准地想迄个意思。对迄点了后，逐下昏，伊就叫伊的查某囝来读互伊听。无偌久，读到救主互人并死伫十字架，搁活石见的事。拄在读耶稣搁活的代志，迄个间，盖亚对老爸讲：阿爹，搁无几日是礼拜日，就是少年耶稣搁活的日。有人咧受洗礼来认耶稣，我真爱，毋知你欠阿毋？伊的老爸应讲：囝，论即个代志，你通家己注意，我毋敢阻动你。盖亚听老爸安尼应议，就念鼻满心欢喜，按钱感谢上帝。到礼拜日，伊就包车便便。要去礼拜堂的时，老爸甲伊讲：我要甲你去，我爱看人受洗礼，毋知是甚物款。伊就甲查某囝三脚行到礼拜堂。老爸去甲城伫坐，盖亚甲查某囡仔坐。迄个牧师娘亲自捌甲查某囡仔认诗条，真好听。迄日因为是少年自死搁活的日，伊叫因吟即首诗，互大家听。然后牧师行洗礼，互因几若个查某囡仔，大家真欢喜，好担认救主。礼拜了，人拄要四散的时，盖亚的老爸爬起来徛咧，请牧师准伊讲几句话。大家就搁坐咧要听，因为因拢知影迄个人真晚回到家讲道理，有困着伊的查某囝。
但毋知伊即时是要受气念的人，也是要甚物款。盖亚的老爸就讲：朋友啊，恁大家捌我，知影我有阻挡我的查某囝，毋肯互伊徛即个道理。总是今仔日，我本身来听，也看遮个查某囡仔受洗礼，又搁听因吟诗遮尔好听，我的心不只有受感激，爱甲恁讲，对今仔日以后，我要查考讲究即个道理。盼望我同齐的人回来信耶稣得救，甲恁三斗行天路。大家听伊所讲的话，不止欢喜。牧师开声讲：感谢上帝，学了讲我的救主来拯救有罪的人。但可跟教会内种查某囡仔，着学盖亚的款，家己第二道理，可担任救主耶稣做伊的主。毋若安尼，煞会引带时大人来捌耶稣入上帝的国。